市区卖米苔目真有代表性的这间店三姊妹啊米苔目，头家娘讲伊有血啊，身体袂堪的啊，少年的佫无要接手，只好收大关门，老顾客拢食唔甘。你若来大汤，请你斟酌看美食800款，不过传出有一间真有名的米苔目被收起来歪做法。铁门拖一半，代表性店家三姊妹米苔目写80年手工老店，决定无要搁做落去。干那我就做要60年啊，我14岁就做，无少年啊同我谈啦，大家拢做我身体改歹啊，就收起来。壁桌顶黑白色的相片记录真侪故事，真侪人去为真远所在来，就是要食一碗米苔目。因为即茂年会啊，加上少年仔无要食，才想讲收起来好啊。有名的古迹间，像啊树脚店家真够出车，人客一喙煞一喙。地当米苔目战场开甲满满是饼灵气嘛饼滋味，三姊妹啊为一碗2角半卖到50，加30元卤卵，人客上爱食这个组合。像啊树脚历经第一代头家娘过身，传出后代灭合白休困，如今定开店做生意，有招牌炒鱼、肉臊也食得古早味。劳动台为本正一台刹车卖到开店，炒鱼加高汤，生意嘛拢也做甲真佳呀。比较偏好比较清下的对口味就对了。对，你看这个烤米菜哈，对。伫咧旁开10招的炒鱼，甲环境啊像人客食甲舒舒口。一间阿米嘛真有人气，在地人拢爱食这味。无论介意倒一间店面，拢有伊优点，欢迎游客爱过来这行到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